嗱，大家係咪好想刮我出嚟鞭打阿張我來？係啦，而家自動蒲頭啊，俾大家鞭策啦。咁大單嘢點都要蒲下頭嘅係嘛？嗱，呢個咁大單嘢，陣間就慢慢傾下啦。咁啊，Irene 姐你唔使擔心喎，我唔係搬翻內地，我個人我係將啲嘢搬翻內地啫，因為我太多嘢啦，同埋好想將啲畫咧好好咁揾間大個地方展示咁，所以咧咁啊先至內地置業啊，搬翻晒啲嘢上去。但係我主要嘅活動區域咧仍然喺香港啊，所以仍然係會繼續拍片啊。咁啊20、30、40年之後啊。Gigi 過多30年，即係去到 Gigi 40、50歲即係30年啦。我加5張嘢，30年後即係80啫。我可以睇到嘅咁樣嚇。Irene 姐你都唔使擔心，你都會睇到嘅嚇。好嗱，咁啊，喂，熒光幕見到唔係一啲唔關事嘅街景嚟啊！我唔係整個街景出嚟做背景，你聽下，聽唔聽到啲咩端倪？係 Gigi 姐嘅大開眼界嗱，有乜咁特別呢？我初初就係唔覺得有咩咁特別，因為呢 Gigi 姐啲歌梗係我個 playlist 入邊啦，咁成日即係搭高鐵上去啊，咁啊出入啊，成日聽住咁，所以呢，一路我都不以為然。但係突然間我猛然醒覺，唔係，我都唔係播緊 playlist，我喺個車上面即係 call 緊車啊，打緊車啦，點解會播緊 Gigi 嘅大開眼界嘅呢？嗱。嗰個神奇嘅地方係唔會咁播嘅，佢哋播啲咩歌啊？通常咧打車嘅時候，因為我真係喺廣東省啊嚇，咁即係咧通常都係播啲咧90年代啊，有時去到80年代，即係林子祥啊，即係嗰啲歌啊，或者四大天王啊，再新啲可能陳奕迅啊嗰啲咧，仲要唔係原唱自己唱嘅，通常都係啲口水歌。即係就係翻唱翻啊，咁即係唔知佢當地嗰啲歌手定咩去翻唱啊咁樣，咁所以係好神奇嘅。我係冇乜聽過，唔好講新生代歌手啊，即係現今近呢10年八載容祖兒啊都少啊已經。咁所以咧，竟然播緊 Gigi 嘅大開眼界啊，神唔神奇啊？嗱，係乜個好嘅兆頭咧？即係大灣區已經聽到 Gigi 嘅歌聲，咁所以咧排懷住呢個咁好嘅心情啦，咁啊，亦都迎來 Gigi 一個重磅嘅一啲消息。嗱，但我又唔想話做即係誇誇群啊，咩都哇聽到任何都係好啊正啊咁樣，喂點啊，其實咁係最好，Gigi 咁樣揀係最好，即係我唔想做盲目嘅誇誇群。好老實講，我都係凡夫俗子啫。喺咁多個月入邊咧，傳媒成日就即係杯弓蛇影啊、捕風捉影啊，或者咁講啊，即係見到少少資訊就話Gigi 簽呢間簽嗰間啊，呢間大嗰間大咁樣咧。咁老實講，我都即刻有個期待嘅，即係一出嚟公佈嘅時候有個好勁嘅記者招待會，然之後哇2000萬加盟邊間乜乜啊咁樣。即係跟住哇，大公司好大嘅後台，然之後咧好多資源咁都有啲咁嘅憧憬嘅，好老實講。咁所以咧，我初初睇到報道話，自組公司呢4個字，我未睇啲訪問之前，即係淨係睇啲咁樣嘅 headings 啊，啲 headlines。咁我喺自組公司係咪好咧？咁咁啊，不當然，我再睇翻佢哋訪問啊，成日嗰啲內容咧，咁我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啦。嗱，聽完啲即係 Gigi 喺房入邊嘅形容啦、講法之後咧，咁我諗你與其描述為佢一個長久既定嘅個路線嘅方向，就係自組公司去發展，咁倒不如話一個過渡性嘅安排，我覺得係所以即係一切係未有定論、未有定奪啦嚇，要再睇下之後嘅發展啦咁你話咦？個過渡性安排，哇慘啦，都説咗咁耐啦，而家出嚟仲要等一段時間，話仲係過渡性安排咁。不過反覆思量之下，喂，應該嘅喎，點解唔應該啊？你諗下啲退休高官公務員啊，你一開始離開政府啊，你幾年啊，2-3年不等有個頭嗰半年至1年嘅禁制期，即係唔準啊，直頭唔準加盟私人公司。之後仲要嚟多1-2年，係要就算要 join 啊，都要問政府得唔得真係要過晒呢2-3年先至你先至自由身啦咁樣啊！喂，咁邊啲人係要咁啊？高官咯，
喂，我以前啊喺銀行啊，又唔係好高職位啦，都要3個月通知啦。普通員工我哋平時我哋一份工都1個月通知係嘛？咁即係你發覺咧，你身份地位越特殊，影響力越大，你應該咧就會面對一個比較長啲嘅咁嘅一個冷河期。係咪？因為原有公司、舊公司都係一個 key 嘅 market player 嚟㗎嘛。咁你作為其他即係有興趣去同 Gigi 傾嘅公司，咁係一個禮貌上嘅安排啦，即係俾少少時間。從 Gigi 嘅角度亦都係比較穩陣啲啦，即係都俾啲時間。咁況且其實又唔係話急到咁嘅，因為佢都仲係讀緊書嘛，畢竟咁所以合理㗎嚇。我哋再睇下之後嗰個後續發展如何唔使太擔心。坊間好多啲唔同嘅講法啦，即係有支持嘅聲音，咁亦都當然亦都好多唯恐天下不亂咁啊！即係好多難聽嘅説話，咁啲人唔使理佢啦。呢啲我哋都練到百毒不侵㗎啦，係咪？照計都呢啲叫咩用心不良嘅咁嘅評論，就唔使同佢太介懷啦。同埋都係繼續一個現象級別嘅即係你幾耐冇見過一個歌手或者個 artist 即係走嘅時候，哇咁或者喺個合約上面，跟住公司咧就狂説你跟住咧啲傳媒瘋狂報導，好緊張，跟住嚟緊會點安排啊？咁佢新嘅公司加盟邊間啊？咁樣未有消息咧又吹一輪咁樣係嘛？幾耐冇見過呢個咁嘅現象，真係嚴明熙現象啊！咁所以咧，與其擔心一啲未有必要咁早擔心嘅擔心不如 focus 喺啲正嘅嘢度啦，好嘅嘢度啦，係嘛？咁首先就係咁耐冇見嘅 Gigi 姐，仍然係我哋最熟悉嗰個 Gigi 姐啊，係咪？仲有啲妙語連珠即係要唔答嘅就 cute 咁樣唔答同埋啲傳媒啦，繼續係好錫佢嗰個氣氛咯喂，講真啦，如果係另一啲 artist 咁多呢啲尖鋭問題，譬如公司關係點係之前點樣説完你之後可唔可以簽新公司，但係公司會杯葛你咩成喂，大把空間，非常尖鋭咁去圍攻你啦，係咪？都冇嘅，你見啲傳媒都係好窩心咁真係咯，大家都睇住佢出道睇住佢成長㗎嘛，有一定同埋佢不嬲都係好得人痛錫嘅個咁嘅性格啦，咁所以呢啲係好事啦。另外，最重要係咩？冇任何束縛掣肘啦，而家代表隨便接受訪問，隨便參與各樣類型嘅工作，隨便開 live，隨便見 fans 係嘛？即係呢段時間你話叫轉折期即係喺一個新嘅階段之前嘅轉折期，咁但係已經可以開放做任何類型嘅工作啦咁所以係咯，我哋會多機會係可以同 Gigi 接觸睇到佢嘅表演Gigi 呢啲咧，你俾一啲機會佢上舞台咧又係另一個即係層次嘅嘢嚟㗎啦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好值得開心嘅嘢咯不過當然呢啲嘅轉折期啦，喺 Gigi 個角度都可能隱約滲透住一啲少少嘅點講不確定性啦，或者佢自己都唔多唔少，有時可能都會即係點呢？究竟16咁樣，所以呢段時間即係更加需要我哋嘅支持咯，我覺得譬如10月3號，大家知點做緊啦呢啲去撲飛嘅嘢呢，真係我平時都唔會呢啲撲飛嘅。唔係 Gigi 姐嘅嘢咧，都真係幾難得啊！幾廿年嚟我冇做過啲咁嘅嘢嘅即係多各方面啦多啲支持，俾更加多嘅聲音為佢護航啦亦都可能係俾一啲潛在嘅合作睇到哇，其實Gigi 嗰個影響力嗰個支持度其實係有增無減嘅，咁呢啲一定係對佢一個最大嘅定心丸咯仲記得上次嗰個 Gigi 姐個 CD 仔鎖匙扣比賽咁咧唔好意思我仲未揀其實我見到大家好多 comment 或者好多題材提議都好好噶咁呢條片都差唔多時間啦。其實二嚟咧，其實我未揀下條片咧就定必公布得獎者名單，然之後咧就再將禮物奉上俾各位。下條片見，繼續支持10月3號。